Hello， 大家好，我係聯營設計嘅裝修顧問阿 K 咋。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到屯門山景村景富樓一個中層嘅單位。呢個單位咧就大概380尺啦，咁係全屋全包嘅，泥水重做啦，水電重做啦，亦都換晒全屋嘅鋁窗嘅。今次客戶咧點解會想裝修咧？咁其實第一個原因當然就係本身間屋咧以前嘅裝修就比較殘舊少少啦。咁另外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呢一個單位嗰個廁所咧其實偏細嘅，而且係一個濕廁嚟嘅，所以客戶咧都想透過今次嘅裝修咧做一啲間隔嘅改動咧，擴闊翻個廁所，咁所以就選擇咗我哋聯營設計幫佢去做裝修啦。如果你都有裝修同設計嘅需要，可以電話或者 WhatsApp 去56111884，或者撳入影片下面嘅連結，就會有裝修顧問同你跟進聯絡。鍾意我哋嘅 channel，可以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